發展局一直以嚟都按照種植有方、因地制宜嘅原則，推動優質嘅園景規劃、綠化同埋可持續嘅樹木管理，目的係想提升城市嘅宜居度同公眾安全，同時促進樹木健康成長。為咗令到大家了解措施嘅成效同埋未來發展，我哋為大家介紹一下近期落成嘅休憩空間，同埋路旁樹木合適性及可持續性評估試驗計劃嘅最新發展。近年我哋將藍綠建設、親水文化同共融設計融入喺園景規劃，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嘅能力，同時為大家帶來更加優質嘅公共空間。將軍澳南公園同西營盤海濱公園分別喺今年初同去年底開放。呢兩個公園分別榮獲香港園境師學會2025年卓越公共發展項目嘅金獎同銀獎，體現到上述理念嘅落實。將軍澳南公園係以景觀設計應對氣候變化嘅大型試點，融合咗海綿城市同埋水文城市嘅理念。簡單而言，即係透過園景設計，善用地形、土壤同植物等自然元素，降低泛濫風險，並實現循環用水。透過雨水花園、生態草溝、零灌溉花園、滯洪草坪、透水路面以及容量約為14.2萬升嘅地下雨水蓄洪池，好似畫面所見，落雨嗰陣，雨水會先流入雨水花園、滯洪草坪同生態草溝，經過植物同土壤慢慢滲透，再透過管道網絡匯集到地下蓄洪池儲起，之後再用嚟灌溉花木，完全唔會浪費。之前就試過，朝早大雨過後，雨水喺半日之內逐少滲透土壤，慢慢匯集地下蓄洪池備用。而園內綠化覆蓋率高，種植超過40種樹木同埋80多種灌木地坯，成個設計既環保又實用，可以減輕排水系統嘅壓力，幫城市更好咁應對大雨，減少水浸嘅機會。建築署引入咗主題種植嘅概念，喺公園唔同嘅角落集中栽種咗啲會開花嘅樹去美化景觀，好似有紫花風鈴木同埋廣州櫻等等。另外，亦都種咗唔少物園植物，好似粉撲花、馬利根同埋百子蓮等，可以為傳粉昆蟲提供食物來源，從而提升生物多樣性。公園入面亦設有共融遊樂設施等多元共融空間，同時亦設有教育展板，以卡通插圖去推廣氣候韌性嘅理念。除咗公園同埋廣場，海濱都係園景空間嘅其中之一。西營盤海濱公園貫通咗中山紀念公園同埋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嘅海濱長廊，打造出兼具休閒玩樂同埋有景觀功能嘅優質公共空間。建築署喺園區種植咗包括紫花風鈴木、樹頭菜同福乳葉欒樹等超過140棵樹木，等市民四季都可以欣賞唔同嘅景觀。另外，公園嘅草丘選用隨風搖曳嘅狼尾草，並配搭不同質感嘅灌木同地坯植物，增添視覺趣味性，提升臨海嘅綠化效果。除咗優質園景設計之外，其實路旁種植嘅樹木亦都有助美化街道，為行人遮陰、緩和氣溫同埋改善空氣質素等。喺樹木管理工作當中，風險評估係守護城市樹木安全嘅重要一步。樹木管理部門每年都會針對已經出現健康或者結構問題嘅樹木，及時採取緩解措施，去減低風險。對於一啲未構成即時危險，但係潛在風險嘅樹木，我哋都需要有前瞻性嘅規劃。尤其喺城市發展之下，唔少原本適合生長嘅樹木，會因為周邊環境改變而變得不合時宜。所以發展局全面檢討，用以釐定路旁樹木合適性及可持續性嘅評估準則同埋計分方法，並喺去年開始試行。評估準則涵蓋咗樹木嘅健康同結構狀況、受壓程度同潛在問題、空間係咪足夠俾樹木生長、對行人或者道路使用者嘅影響、構築物或者設施會唔會令生長受阻，以及樹木品種嘅特性等因素。我哋會按上述準則評分，務求喺安全、景觀同可持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呢棵樹嗰個根部嘅生長空間咧比較細，同埋嗰個行人路嘅空間都比較窄喺度。目前我哋已經喺多區試行評估同埋相關嘅改善措施，當中完成咗嘅項目包括有大埔太和路、深水埗海麗街同埋灣仔軒尼詩道等。早前我哋喺火炭嘅坳古灣街，透過路旁樹木合適性及可持續性評估，為改善呢度樹木生長環境進行咗一系列嘅改善工程。
呢度嘅部分樹木因為樹葉空間唔夠，根向樹葉出面生長，導致行人路面隆起，亦都有機會增加樹木倒塌嘅風險。團隊曾經仔細研究過保留或者移植嘅可行性，但受到現場條件嘅限制，好似樹木緊貼喺馬路或者建築物旁，缺乏空間俾樹木長遠生長。最終決定以全面改善景觀環境為主要方向。相關嘅工程包括擴大樹穴、加建花槽、重新種植本地原生樹木、開花灌木同埋重鋪行人路。係駿洋邨啊、瑞和苑啊，有啲街坊咧，佢哋都喺附近翻工嘅。咁佢哋咧有時行過呢個亞布灣街嗰時候咧，都有講到就係好似我身後咧，即係嗰啲樹咧就本身唔係咁嘅，即係佢嗰啲樹根咧係突晒出嚟啦，亦都係搞到嗰啲嘅磚咧都會係趌起咗。咁然後咧就有時行過嗰時候咧都會棘親。即係我對呢個嘅計劃咧，其實都係持一個支持嘅態度嘅，因為其實唔單止係亞布灣街啦，其實我哋沙田區乃至全港好多地方咧，其實咧都有一啲嘅唔係幾適合行人路種植嘅樹木。咁我都希望咧，即係未來局方啦，都可以係繼續同區議會溝通，令到咧即係我哋嘅居民咧行人安全咧可以得到提高。其實咧，而家個改善真係即係非常之唔同啦。咁喺做咗呢個嘅修葺之前咧，其實我哋見得到啦，有5棵嘅大樹。咁佢哋嘅樹根咧都係會係牽起咗道路啦。咁啊，我哋而家身後見得到咧有2樣嘢做咗。第一樣咧，將嗰5棵嘅大樹移除之後咧，種咗一啲鐵樹青啦。另一方面，其實更加緊要咧就係同步做咗嗰個行人路咧變得更加平坦咯。期望咧喺坳背灣街嘅呢一個項目能夠推展到咧應用喺沙田其他有相關問題嘅黑點，一齊咧將呢一個嘅改善咧去到推展。呢啲措施既有助樹木長遠健康生長，亦都大幅提升咗當區嘅城市景觀同埋環境質素。所以樹木管理唔單止係保留或者移除嘅選擇題，而係一門關於點樣令樹木同城市環境可以和諧共存、持續發展嘅專業實踐。優質嘅園景設計同埋綠化目標，係喺城市發展同埋樹木保育之間構造緊密嘅關係，締造一個更宜居嘅生活環境。期望市民可以同政府攜手合作，繼續邁向長期嘅可持續發展。